有当时啊，阮嘛伫咧想讲，嘛做想要讲台语，就是讲，若亲像即摆安尼，摕着麦克安尼哭哭讲，安尼嘛真好，就毋免要伊讲即个对象啊，有讲台语的对象敢有，嘛毋免要伊讲，我讲到敢有好势。有时阵就是爱排练去讲台语，安尼一句来一句去，若排练就变，嘛无啥物机会通好讲诚济。要找一个对象讲，两个人安尼讲，即摆较济机会就是家教的时阵，因为家教的时阵就是即个正交讲的先生就对我一个学生。若读册会，变做讲较会讲的人，就会讲较济。进前可能有着伤，就是顶礼拜三，我伫主持读册会，有人就讲，我的腔口安怎会遐奇怪，怪怪安尼。尾仔伊有解喙讲真古锥，就变做讲，会想讲我即摆讲的，我即摆若讲台语，是毋是听伫别人的耳孔内吼是做碍虐的吼？拢加少有即种对家己有即种看法。随便讲吼，就是爱有自信，莫管别人。毋过就是有可能即种结吼是伫心内吼有一段时间。可能少年的时阵吼，加减着囥伫心肝头，就亲像讲阮翁吼，伊伫咧读大学吼，做读册以来时，就是去上客人车，人甲伊讲台语，伊无应人台语吼，就哭哭华语伫讲。即个阮丈就讲，你台湾人哪会无爱讲台湾话吼？伊就感觉着排斥，讲我即摆会晓讲的话，这嘛我的母语吼，中国话，这哪毋是台语咧？毋是台湾话咧？就是讲，有的人有可能讲这无啥，毋过有的人可能就是，有受着刺激，就变做讲一个结伫咧心肝头。有的人吼，你看起来伊做摒势，有可能伊就是有着刺激，无想要占输，要甲人输赢。即个对象输赢的对象，有可能就是，伊过往伊经过吼，伊捌有即种经验。就是咱若吼无想好开，真正有一寡着伤的经验吼，就袂输占吼插伫咧心肝底吼，一直围。我即摆就是讲看较开咧吼，知影讲，家己较自卑吼，若讲逐个台语拢诚好，安尼开喙吼诚歹势，会想讲人会安怎想，是毋是无够格吼，无上脚，加减会安尼想啦，就变做讲想要听即个台语诚老的人吼，来一句来一句去，因讲甲诚豪爽。毋过我就定定听吼，较袂插话，就想讲因讲遐老，若讲我插一句两句安尼，佫无讲啊诚顺，家长嘛会烦恼，就无遐勇敢讲，我就讲我的吼。因为逐个吼斗阵伫讲话，就变做一种社会，有一种气氛吼，嘛有一种团体的气氛。我即摆就可能无遐自信。毋过咧，我嘛知影讲吼，家己真正是加少有即种想法，就是会当观察知影吼。
知影讲家己诶心是较脆弱诶，毋过这就是知影毋过毋免去怨叹讲某物人其实毋免这嘛有看着诚济即个台语伴台语讲啊偌好阁偌好，毋过可能较无信心。伊诶工课是国校诶老师退休嘛过甲诚好啊，诚稳定啊。啥物拢有啊嘛有即个时势啊嘛诚有出头，毋过伊可能嘛是对家己有一种自卑，拢会感觉讲，别人是毋是看伊无现啊？若讲开喙，拢会讲歹势啊、插话啊，就是讲这问题，毋是讲这人做有成就，台语讲诚好，就无即种问题，看人有诶人就真正足有信心诶，安尼嘛是诚好，伊就袂去黑白想。亲像阮这会黑白想诶，当然就是信心不足我即马就知影讲，我是较会使讲去找一寡较合我诶环境。可比讲我若想讲要互读册花有人会甲我安慰，这是无啥可能逐个拢是有家己，逐个想法会甲我无共，伊会想讲你着转去练诶，嘛无偌拍拼，嘛白目，嘛毋免讲，都毋是啥物，都袂去特别去安慰因为读册花就是来来去去，有诶人有可能甲人冤家去甲就离开，若这人毋是讲诚有才调人感觉讲爱甲伊请转来，离开就离开逐个拢是袂去顾正。所以讲我嘛毋免去想讲需要别人甲我顾正啥物人对，啥物人毋对。我只要知影讲，我就是心灵心内受伤，受伤我就豆豆治疗。我即摆诶心情心情就袂需要讲，我有家己一个群组，就是翁有外口有查某，毋过即个某无想要离缘因就会去做伙拍拼，看要安怎做。当然拄开始嘛做委屈，就是因诶心受伤着伤所以讲有诶人看着讲即个讨论诶文章啥物社团诶文章就是离缘诶社团，有人讲啥物话，因着看甲足艰苦诶。若在我来看，这哪有啥人写这嘛毋是写互你看诶。你若去离婚诶即个社团，当然是看着即寡文章意思就是讲，我嘛是安尼阮若讲我心肝头若着伤，若有人问我讲你倒位诶人，你台语讲怪怪，我就会甲伊放大别人会想讲这无啥，我问这嘛是好意，就是个人有个人伊上注重诶代志较袂讲甲你照顾所以讲毋免去想讲即个就伫遐使性地期待有人甲我安慰这就是大人诶世界逐个拢诚无用而且嘛来来去去事拢共相除非就是我是做要紧诶角色，像马文安尼我嘛毋是所以讲我就知影讲安怎去调解调解就是讲毋免去期待期待讲有人来甲我安慰其实这就是想伤济
我就是会使讲因讲啊袂歹我就家录起来若另日另工有时另工会当放来听。其实即个时间我若想要去找人互动，我找着马文马文伊其实逐工拢会开房间，而且伊就足够主持的，而且上要紧就是伊人真少，人少我就会使讲一句两句，拄仔好讲文章读煞，嘛较有即个讲话即种题材加少就讲一句两句。若想要讲长落落，就是伫即个所在即马就家己安尼讲，白沙仔广播电台。我嘛捌想讲，阮会使去应征啥物播音员毋过代志毋是我想的遐简单，就是若去做在业有搁较济毋是遐单纯的代志，可能有拍业绩搁有时间去互别条条搁有讲我掠准是逐家拢讲台语台语会进步结果去遐有可能逐个嘛是讲你腔怪怪就变做讲会找一个较合家己的方式毋免互家己感觉讲哪会遐硬斗豆豆仔进步有家己的方式家己的步数。就亲像讲我即马就家己讲家己讲若讲较长讲实的嘛是一节节目就白沙仔马文伊伫主持主持迄若做久阁有即个基卡本地台语嘛诚老知识嘛诚济就有人会来缀安尼来变做讲家己会使找较好的方法亲像讲若伫Twitter 内底 Space 这人遐济爱排列毋过因就是较济少年仔毋过少年仔是台语嘛讲甲悲惨的就是嘛无介好嘛我家己耳孔听着嘛是会艰苦艰苦就家己存好无声嘛做好解决，就变做讲有一寡代志是会当解决毋免讲伫遐足伤心，讲无环境无啥去抱怨去怨天怨地就是我即马就做色手就知影讲倒位有资源嘛知影讲爱找啥物方式就是我会当去上课，线顶的课即个先生就是爱有耐心，爱甲我对谈若是团体课，当然就变做讲无法度自头到尾毋过嘛就是会使知影讲爱找出家己的方法莫就白沙仔讲今仔日若讲伫即个 Clubhouse 的房间有人即个过路人你若 Q 伊起来伊就讲用华语讲，搁中国的腔口讲恁咧创啥安怎这就毋免晓伊，就是足简单，就家己请落台安尼就好无啥物遐困难，无啥物讲爱生气爱受气嘛无需要阁有一寡要练白话字我就去即个台语的圣经班伊若讲找人若无人当然我就紧讲我要来讲若讲若准讲伊点名无点着我嘛无要紧你讲即个读册有时阵会开放讲逐家斗阵念就是讲家己去找机会
若即个所在吼较竞争，足侪人你抢袂过别人嘛不要紧，因为即马科技就是遐尔啊进步。你有可能有2台电脑，搁加一台手机仔，安怎运用？有时阵是连时间拢无够，就是安尼啊。毋免去要伊讲，即个团体怎会无甲我看甲诚要紧？若家己拢无法度甲家己安一个好所在，一个较舒适的所在，伫遐飘浪伫遐流浪，望别人的好心，那实在是无需要做甲安尼。当然若准讲即马我有着伤，安尼嘛无要紧啊，我就是用听的，听的其实嘛袂歹，嘛会使讲第一只用听的，知影倒位较适合我，就是找即个听道啦。像讲以早我想讲这马文，这我着较袂去遐，想讲这有录音，我事后较去听录音档。即马想想的毋对咧，我即马需要的就是爱开喙加讲，若讲久着会去调整家己的腔口，有可能就是有一寡字卡我讲话可能就是会长咧袂安尼用牵的安尼会足顺的用牵的安尼规句，有可能就是变做一个词一个字一个字安尼，一粒一粒安尼，有可能是即种小小的撇步，毋过我毋知影，因为我耳孔无遐利。毋过我嘛会使加听别人讲，亲像讲我今仔日嘛去听一个白话字的教主，其实伊嘛是无即种才来讲台语的腔口，有可能伊人较少年。就变做我嘛会使加听，就是讲有时阵迄个调步遐稳定，就袂需要讲，就是就看别人嘛有即种问题，我嘛有，有可能我有互人讲，别人有可能伊嘛有互人讲，毋过伊袂要伊做，伊袂一直囥伫心肝底。我甲因的差别就是，我会安尼，唉声叹，我会晓伫遐哀伫遐惨讲怎会安尼，拢无爱心，毋知影讲我长第练，其实我身躯边的人嘛是有一寡人伊嘛是讲好现，讲有人搁了钱去学台语，嘛会去甲我烧借问，嘛有友善。当然嘛有人就自头到尾就无要伊坐，就想讲你这人搁来啊。若安尼，我当然就是共款，甲读册会共款，就是紧一寡甲家己较合的所在。就亲像讲即摆的公司，有可能嘛有别位公司，毋过我无去。为安怎咧？我就想讲我即摆甲现处事的公司安尼会较合我即摆的状况，我即摆的即个步调。既然是安尼，我对外口的人嘛是共款啊，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是会安尼就亲像讲，我即摆搁加一个拜六拜日拜六礼拜的一个龙头的读册会，内底是社会去找，这就是较社会人士变做讲拢是在来台语讲甲诚老毋过可能长长就有一段时间拢长去拢无讲。
毋过因要恢复吼，拢诚紧诶，嘛毋免去轻sen啊。就是逐家拢有台功课，就亲像讲我嘛袂去轻sen讲，这英文诚好诶人，为安怎我着接受讲，家己英文可能学袂来，而且嘛即摆嘛无亲像以早早前就是，过几年就想讲我要练好英文搁无即个，搁做无交全可能就是册买买想要去上课，毋过搁会想讲莫去去遐搁听无，因为听英文毋是讲足耳孔足利诶拢听无安尼，听无阁会艰苦心肝头会艰苦。台语我是无听无诶问题，拢听甲足顺诶，着差伫咧讲话讲话问题。讲话问题我相信会使家己练啦早前我就是观念就是想讲爱找一个人和我练，毋过即摆就是工商诶社会，逐家拢无闲假若讲拍字阁做会到，毋过一直甲你对谈，实在是若有算点钟诶，就找有人，若是讲无就是找一个甲我有共款诶需求，毋过嘛讲甲哩哩啦啦，有可能就是两个拢讲袂好势，就安尼罔听罔讲。毋过我嘛会使紧，阁有即摆即种方式，就是靠家己诶方式，就亲像讲，我嘛想要写台文是实在是会较难死，无就是翻译绘本甲华文翻做台文这就是共款这就是靠家己诶一个功夫，一个工课免我靠别人。所以讲，以早会想讲看这YouTube，就是用台语讲日记看这无限，想讲我拢袂进步逐摆拢讲共款诶物件，而且讲诶嘛无感觉有较进步。即摆袂安尼想我想讲以早感觉家己拢无进步，是因为讲。因为家己嘛，就是家己嘛袂讲，嘛毋敢搁翻头转来听嘛变做讲，嘛变做讲话嘛无去调整家己诶一寡技巧，因为想要逃避，无想要面对无想要讲，就是无接受。无接受家己台语口语讲袂好势，就家己就想讲要去靠环境，毋过阁找无即个环境，因为即个环境变做讲加讲一句两句安尼尔若亲像讲拜四暗时拜谢嘛有一个自由讲台语毋过这嘛甲我想诶无共，为安怎？因为即个主持人伊嘛无可能讲敢若甲我一个人讲话，拄开始有可能会，着变做两个人讲，拄讲一寡即个私人诶代志，着变做讲。尾伊嘛想讲去找一寡主题看影片，着变伊伫讲，我嘛毋知影要安怎插喙因为着无主题，就是伤过头自由。我颠倒想讲，安尼不如过来家己讲日记，颠倒即摆变做讲，家己去讲即个台语诶日记变甲我较看重，因为知影讲我诶需求就是生即个搁想起讲，我进前做诶其实是
对我诚有帮赞啦。迄个时阵无看中，所以讲我即马就是去找一个较好诶环境，就是人少少啊，毋免去惊讲人哪会遐少，啊人少我较有机会，啊当然带诶人，